尋日咪喺金豐超市買咗啲豬前排嘅，我諗住用佢嚟做火山骨，用嘅食材唔係好複雜，最緊要買到靚嘅豬骨，其餘嘅就係呢一啲，包括紅蘿蔔、洋葱、香茅、辣椒、青檸、大量嘅芫茜葱同埋魚露。本來仲應該有檸檬葉嘅，不過今次買唔到。準備一煲水，將洗淨嘅豬骨放入去飛水，由凍水開始煲。煲熱咗之後轉慢火，等啲污糟嘢慢慢咁樣浮喺水面，然後將呢啲泡沫撇走佢，撇走咗啲泡沫啦，啲水就會變得乾淨。我將呢啲豬前排連埋水過入去燜燒煲，然後加入香茅、芫茜頭、洋葱同埋紅蘿蔔，仲要加多一紮白胡椒粒。先用大火煲佢10分鐘，然後轉慢火，我就將佢放入去燜燒煲。燜咗佢個半鐘頭，燜夠時間啦，睇下啲排骨腍唔腍先。做呢個火山骨，啲排骨唔需要太腍㗎，要有少少咬口。排骨煮好咗，而家要調個醬汁啦。先切好辣椒、蒜頭同埋芫茜。如果唔想啲蒜頭咁辣嘅話，可以用少少熱水將佢過一過，咁就會去咗蒜頭上面嘅辛辣味。不過呢個汁就係要酸酸辣辣，蒜頭裡面嘅辛辣味都可以起到一定嘅作用㗎。所有材料準備好啦。先打碎啲蒜頭先，因為我想留返一半，最後煮個汁嘅時候先至加入去。剩返一啲蒜蓉喺個攪拌機裏邊，加入一半芫茜同埋辣椒，辣椒嘅數量就睇下你食得幾辣啦。調味方面用少少鹽，多少少嘅糖、青檸水同埋一啲新鮮嘅青檸汁。先打爛呢啲食材，打好咗啦，而家可以開始煮啦。喺剛才浸豬骨嘅嗰啲水裏面剝兩殼出嚟，然後加入剛剛冇打到好爛嘅芫茜同埋蒜蓉。我咁樣做嘅目的係想一陣間個汁可以見到啲食材，而且會比較有咬口啲。煮滾之後加入剛剛已經打好嘅嗰個汁，先煮滾咗去先，然後加入魚露，再加上一啲青檸汁。呢個時候要試下味道，酸、辣、甜、鹹嘅味道根據自己嘅喜好嚟到調返啱。調好個汁之後就可以將啲豬骨夾出嚟，搭到好似火山嘅形狀。最後將呢個汁倒入去，你睇下係咪好似一個火山呢？試過之後屋企人都話好似之前喺出邊餐廳食過嘅味道。其實呢個餸真係唔難做㗎。下次如果買到檸檬葉，喺煲豬骨嘅時候加埋入去一齊煲，相信個味道會更加好㗎。你哋想唔想試下喺屋企自己做呢一個泰國菜呢？